從10幾年嘅體操生涯轉到全職練跑，當時我俾自己好大壓力，結果始終跑唔出理想成績。近年重返教職做返老師，我學識咗喺忙碌中暫停落嚟鬆一鬆，利用課餘時間訓練，更注重伸展、冥想、放鬆，咁唔係偷懶，而係更深層嘅修煉。好神奇，學識放慢同埋放鬆，反而帶嚟最大嘅回報，突破咗一直以嚟嘅樽頸。數據唔再係壓力，而係證明緊我嘅狀態可以彈得更遠。拼命唔係唯一選擇，識得鬆弛有度先係關鍵。The relaxed miles that make me， 每一步重塑自己。你嘅跑手故事又係點嘅呢？